大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外国新冠肺炎疫情严重的时，真侪国家拢规定禁足令。今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里就是令，命令的令。这里令就是顶司对于下骹手人的指示，像咱讲命令、下令。另外，一个特别时间的意思，像咱讲下令时间、司令。若是尊称对方的亲人，像咱讲令尊、令同、令妹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读做命令，代表讲发出的号令，互人遵守，卖当讲是顶司对下骹手人的指示。第二个词读做夏令营，是伫咧歇热这段时间专门开办，互少年家做伙参加活动的营地。有的上山，有的落海，无一定是伫咧教室内底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去年外国新冠肺炎疫情当严重的时，世界真侪国家拢有下令，命令学校暂时袂当办夏令营，时间真紧，1万年伫要1年啊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令提供互大家参考。